各地发生事故，清水泵坑因过也捌发生崩山意外，所以代替列车爱做的就是加强防护。其中这个所在有25区，其中一区就是因为要施工的工程无做好防护工程，出来颠倒造成50人死亡的意外。 4月初2透早，台铁发生73年来上严重的意外事故。一台伫树林站发车开往台东站的泰鲁5号列车，为何人泵坑驶出来了后，伫进入清水泵坑进前，弄到一台为工地出落来工程车。 记者的正手边是原本施工现场咧进行的明泵坑工程，是一个模拟型的泵坑，目的是要防止石头落落火车的路线。伊较早吼，捌去落石啦，捌做大石头啊，那个做大石头会危害行车安全，所以才会做那个迷隧道。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山坡啦，会掉碎石这样。因为这个所在几当前捌有石头落落来，加在当时无破坏电车线甲铁基路，所以这个区域被列作需要加强防护。但负责防护工程的施工现场本身的防护措施却是完全无及格。台中市土木技术工会干事龚尚生讲，防护措施应该就要比较一般道路防护的标准。第一个，你最好在这个围篱的旁边。 你要设置所谓的扭折吸护栏，你可以防止车辆的这个冲撞。第二个，你的这个临时变道的铺面呢，你的摩擦系数要把它去加强。你在这2点去加强之后呢，相信即使你不应该在这边停车，也不至于滑落到东正线，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根据台铁网站公布，截至到初6透早10点的统计，这边的败马事故计共造成50人死亡，有200多人受到轻重伤。负责承包边坡整顿工程的义祥工业社公司负责人李义祥已经和花莲地检署收押侦办当中，检方嘛就说团犯10多人，希望赶紧厘清真相，和乘客家属一个交代。记者杨淑静、林玉凯，花莲报道。